俗语讲了好。袂离的大片姜竟然发生什么代志？财务危机，财务危机。咱即摆来看，到底大片姜的公主会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来甲伊看哎呀，哦，懂咧，要去倒啊？无啦，公主啊，我甲你讲，你阿妈咱这几个月，迄生意偌歹，香钱你看，这几箍啊，我连买泡面都无够，我煞免去趁一寡外劳啊。拢无规张的哦。无啦吼，生意有够歹啦。啊，即摆是拢天金角啊。真的啦，哦，真是日子歹过啊。你是迄个油香迄个心马赶到你囥碗公伫安尼？无啊，都轻轻的，都拢银角啊。哇，你这啊无香烟啊，即摆是新明那迄个烧。哦，还是咱伤久无拜拜无咧啊。拜你安尼啊，这叫你早毋着爱烧香，较虔诚，较虔诚。念一下迄大啤酒咧。我讲咧，无啥帮做保庇啦。大啤酒，大啤酒我袂晓呢。大啤酒，我无来着这条。你对观世音菩萨伫遐，你念大啤酒，咱么好那大那多那爷爷，咱么我哩爷，你摕入去。这真正是大啤酒。当然是真的，我才有陪念，我公主呢。哦，是。大杯啦，我看有杯。宝贝。哎呦，希望菩萨保庇啦。这杯是去对买啊。咱家己做的啦，保庇互咱生意较好的吼，咱的香火兴旺吼，来，杯啊，哇！哦，这有灵声哦。有啦，有灵声啦，希望紧保庇互咱的生意较好的，较侪人来问事啦。安尼算塔杯呢？塔杯嘛有啦，有算上杯啊啦。好啦，配四个，配四个。我安尼有算上杯，算新民讲有听到啦。是啦，哇！最好。哇！哎，咱要等看有人客会来无？没有。哦，咱观音妈这灵声，哦，是开外挂呢。哟，念咪都有人是电铃来，来，第一位请。来，咱出门弄一个 SOP 啊。哎呦，对哦。钱、锁匙甲手机，人客来，咱买 SOP。咱的 SOP，牛肉、红包、白头巾，我靠，等者啊！要开工啊哦！要开工？无啦，要开档。你还袂起哦，要开工？来，哎，公主，哎呀，这。迄落，是吗？我有准备了。哎呦，真捌代志，没问题啦。是。你等我一下吼。什么代志要请教？哎呦，这人紧起档，哇！请问你是三太子吗？好，我跟你讲啦。来家可行。我最近啊，还小人啊，我摕迄趁的钱哦，去标会啊，关水啊，拢倒起来，我去用倒回啊。什么叫做提赚的钱？嘿，摕迄趁的钱啦，嘿，摕迄落趁的钱啦，赚的钱是啥物？趁的钱啦。哦，你看你反正唔对新名来听有他啦。讲较详细啦，赚的钱拢骗去啦。啊，你在那还小人对啦，啦，所以有人当着你在咯。嘿，这简单啦，哦，安怎？来，小人叔来。有卡啦。这是你还的小人，哦，就是伊。你甲处理你，甲戳，甲撞，你就离开啊！悄。哦，哎呦，试看卖，嘿，较大力的哦，这歹势，我就斗你，你只要吹走，被逮到风干后，背梦都吹无咯，气死啊！有冤不冤，有仇报仇，你即摆处理了这个小人，会冤离你无大近，钱卖行你啦。
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哦，多谢多谢，我先来去哦。哦，再来，再来，嘿，哎，来，第二位请哦，吼，来，哎呦，师傅啊，这个就上到足重的嘞，这食辣的，哎，来，请坐，教我教的啊！你免讲我知你什么代志，教到我提醒予你啊！什么代志讲来？哇，教到我跟你讲，我唔知是唔是你人伫倒位，我无啥清楚。我你唔知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困到一半哦，用感觉袂使喘气。这边也疼，迄边也疼，啊，拢头壳都疼呀，啊，敢若有老花啊？你帮我看卖啊，你过来看。哇，这边嘛老花啊。我敢若叫拖拉机弄过、搞过来，佮搞过、佮搞过来安尼。你这代志简单小个代志。哎呦，哇！哎，公主啊，你挂假，我来帮你好不好？你有需要帮忙？你也知，我也知，你受伤的人，这真简单。哎呀，香卡啦，香卡，来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哇，下山的，哈，好，试看嘛。哎呦，连空气拢无看到啊！啊，你无代志啊！哇，你卡骨有这勇敢无？你卡骨有这勇敢无？你卡骨拢好势，你这拢好势，拢好势，拢好势，你真正够厉害啦！哇！喂，袂歹，叫过来哈！你叫过来。感谢你，恭喜啦！哦，谢谢。以后有啥物疑难杂症，较过来哈。谢谢哦。安尼今天就算拢有休息啦。哇塞，你真正有够搞的啦！这就是简单代志。瞎报死啊！哇，我免出力谈呐！哇，哇，你好，哎，一对母仔囝，哎，请坐，嘿。多谢。啊，有啥物代志？较问师傅吼。安尼哈，遐济哈，哎，师傅，你即马对一尊搁起来啊？哎，讲什么代志要请教的哈？哎，这位是女神吗？这位是女神哦。安尼我就讲啊啦吼。煞唔知啊，就是安尼哦。阮咧表演啦吼，阮若伫舞台顶咧表演的时阵呢，我做小生啊，小生是真请演呢，真演导哦。但是吼，佫无着一个吼，狂腔的小段。狂腔毋是咧弹琴无去演戏。弹钢琴的。哦，毋是迄个狂腔的啦，是我边仔徛一个啦。无啦，伊吼小段啦。煞毋知影吼，阮着咧演李洞宾啊，李洞宾爱着牡丹啊，着过溪过河啊，伊想讲要甲爱呀。这李洞宾就讲来牡丹。来，我爱你，咱就马赛克好啊，要甲爱。结果呢，这个小段，伊阵啊一脚爬起来，双手花咧，伊讲洞宾，我好咯，讲牡丹，那安尼搁一脚揪起来，是一两三，嘣，跋巴倒。两个拢跋倒，哟！迄个时阵哦，迄规万人咧看歌仔戏呢，李洞宾甲白牡丹，两个人跋伫台顶，敢会看的哈？当作效果就好，不要紧。什么咧效果？迄袂用的，迄我这种严肃吼，严肃真严。是。这个时阵呢，我忽然间毋是李洞宾，我忽然间是孙翠凤上身，我就开始回头一看。伊伫咧涂骹，我就甲骂，讲你，请你要用爱的人马赛克了好势，为什么你害李洞宾跋倒？搁再一摆顶来，
阮人有搞一个变过啊嘛，对不对？变过啊我带出就甲变过就好嘿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就叫伊搁再一摆啊，有啦。搁再一摆互我爱啊。啊，哟，上天有好心志的，囡仔人做唔到，但是永远拢会嘛。哎哟，天天呢，天天啊。你袂用的啦。啊，你有啥物代志要讲的嘛？啊，伊大概拢安尼，我甲你讲，阮兜吼厝里所有物件，伊拢袂晓用啦。啊，迄洗衫机也袂晓洗啦。啊，甲伊教1、2、3，啊，伊就安尼1、2、3，啊，结果饲了，佮甲我妹讲有啥物袂叮当，拜托诶，迄挂无砍落来。哦，洗衫免看挂诶，对啊，规间厝拢中厝啊，你看到底是哎啥毋对？是伊脱伞，我脱伞。洗衫会砍挂。头一遍听到洗衫机免砍过会洗。哎哟，恁这对母啊，恁母啊囝真正实在吼，哈，公主牙吊起啦。来，过第二句俗语。我就要安尼。来，请坐，有啥物代志就甲师傅讲吼。本宫的规矩吼，爱先纳钱呢。嘿，啊，纳嘿，你钱哦。看遮嘿，拢是阮的收入诶，哦，安尼哦。中油钱嘿，你有早钱无？啊，我无，你这条破人真的好公主。会使啦嘿。啊，无讲见啦。好啦，啊有啥物代志要讲的少？啊，要讲的代志哦。伊下你跋倒对无？嘿啦，以后我跋倒，两个人拢跋倒你免讲，我就知啊嘛，第一顶演戏顶山嘛。爸母等嘛，对不对？卡爱一个卡袂爱咧，我心明我也毋知你要讲啥，我知啦。四田山甲爸母丹，我共一个条地吗？我知，你是安尼讲的李嘛？洞宾啦，李洞宾师傅，嘿，李洞宾李洞宾啦，李洞宾啦，啊，我想对的。喂，吕洞宾爱死顶山，毋是啦，爸母等爱吕洞宾嘛，哦。爸母丹爱你当兵啊，，一卡爱去，一卡爱无去，害你变过嘛。你代志我看你眼睛，我知你要讲啥。是哦。嘿啊，你第一顶你就甲骂啊嘛，叫佢爱一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就甲妹妹了，佮爱第二届啊。你心情咧郁住，啊你嘛话要讲嘛，对无？对来你讲你讲，伊2、3袂晓用哎，对无？ 1、2、3袂晓用啊，挂无砍起来，佮搞咩？ 1、2、3是啥物啦？洗衫洗机啊衫，机啦，我拢知啊啦，所以你唔知， 1、2、3呢？敢若你唔知开始说。哎呦，你这对母仔囝实在有影喊呱呱，真正是乘风爷出巡哦。我来拍讲来，我一排哦。来哦，我有2句说迄个俗语，你敢有注意听？第一句，有啦，公主甲我钓鱼，第二句，什么成龙牙出水，对啊，这跟阮这个故事有关系哦。无就是讲恁母仔囝安尼有无？恁母仔囝你讲伊安怎，伊讲你安怎嘛？咱安尼讲来讲去，你洗衫机袂记你感觉。即个人情形啊，你是要讲是公主牙钓鱼的声，举手。没，我用药的，我用药的。来，你过边来，你哪过来？恁两个要，你嘛讲，恁两个要公主牙钓鱼，哎，公主牙钓鱼是2水3寸，啊要食家己来哦，应该吧？是安尼嘛？所以你这边应该是要成功形容牙出唇，是安那要这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对啊，嘿啊，你嘛唔知？跟阮的故事有关系。我当然咯。我是八仙，那会变做成龙牙，啊，那变做公主牙。阮八仙的故事呢？不对，是恁母仔囝的故事，啊，不是八仙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四号倒一个俗语，天哪！这个总控啦，适合这两个你经验一下。啊，你就经常讲牙出唇嘛？好啦，哎，啊是什么？啊，你讲我就经啊。对，安尼较简单啦。老师听袂落。因两个，老师因两个是这两个吼，来因两个吼。对来，因为头一句是乘风爷出巡，乘风而且补充一个乘风爷其实毋是人，哦，声是声墙，风是声来外口的呼声号。啊，所以以前吼，古册顶头讲声服于风，不用输呀，输的是军队。所以咱讲要保护咱的人民，围墙、呼声号甲起起的，咱就拍袂入来。所以早期的声风，迄是两项物件。嘿，啊尾仔是因为安那，因为伊甲咱保护，咱做啥拢会甲咱拜啊。像讲咱看的树，咱就讲大树公，啊那路头一个石头，咱就讲大石公，大石公，迄种算一种自然的崇拜。啊尾仔变做安尼吼，啊皇帝较干巧啦，你若
晋中的四大生吼，你若死，我就甲你封做城隍，因为咱本来是城，后尾变改做文音嘛，城隍，所以包括灰啦、文天祥这种封做城隍，所以城隍爷吼足无用的呢，你管阳爷管阴，所以城隍爷内底用一个啥算盘。伊叫阮台南的城隍庙挂一个牌匾，叫你来了，要来算数。所以城隍爷若要出巡哦，就是啥大代志。哎呦，诶，城隍爷出巡就是大代志。大代志。啊，另外一句热起来话吼，咱讲一箍有10角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问你10角，互你个一句热起来话，迄叫做一箍线线。你10个一角的，一颗线去啊，嘿，一箍线去啊，所以10角就是一箍线线。这个孔子话钓鱼哦，大家拢会讲，迄叫冤家上钩。不过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啊，孔子话是神，爱钓鱼用啥物尔？线，爱用线咧钓鱼，伊是用线钓鱼的新鲜，所以两个夹做伙变做啥？线仙嘿。虽然讲孔子话钓鱼，另外一种意思就是线仙，像这吼，这两衫佫袂晓起的吼，迄真正线啊两公啊佫脱线呢，这种人咱就叫伊。孔子话钓鱼线仙，所以答案是孔子话钓鱼。哎呦，你蒙对了吼，钓鱼线仙，我紧啊，对唔对拢无要紧，了解这两句意思，将来恁歌可以用得到嘛，会使用得落去啊。哎，对，真好用，真好用。感谢老师在拍这波歌。